各位，年青人其實面對一個變幻得好快進步得好快、改變得好快嘅世界，點樣適應好難講。年青人嘅世界不斷咁變，老年人嘅世界就係從來冇變。有一位阿婆個人好慳儉，咁所以咧又知道而家時勢唔好，帶20蚊落街買餸嘅，咁我諗住買住1-2個禮拜餸先啦咁樣。咁佢嚟到街市嘅門口咯喎，忽然間撞到3個陌生人，3個陌生人就同佢講：哎呀，阿婆，你印堂發黑，你個仔3日內會死於非命。於是阿婆就二話不說，嗱聲走翻屋企，將佢成世人嘅積蓄，即係20萬加個枕頭攞埋出嚟俾佢哋祈福。點解老人家係咪冇朋友嘅咧？各位我覺得即係如果當時阿婆可以打下電話問一問，喂，阿伯嬸啊，我落街買餸啊，仲冇3個師奶，叫我俾咗份身家佢喎，好唔好啊？阿伯嬸話唔得㗎，我只可以俾1半你啫。因為我仲有另外一個仔㗎，點解冇伯嬸啊？各位，你都傻嘅！我打電話俾阿伯嬸，阿伯嬸咪知我有幾多錢身家咯。你啲後生識咩啊？防人之心不可無啊！而各位，你知唔知最緊要阿婆係真係知道佢個仔係會死於非命㗎嘛？佢個仔今年54歲。佢由佢個仔出世第3日開始，就擔心佢會死於非命，擔心咗54年啦。終於今日喺個街市門口有3個師奶同時證實：你啱啊，阿婆，你啱啊，你個仔真係會死於非命啊！各位，呢3個人唔係騙子啊，係 fans 啊，係知音人啊！阿婆嘅錢唔係俾人呃咗，係攞咗嚟開 concert 啊！我殺到有個仔，佢會死於非命，死於非命，好唔好聽？好聽咧，俾20萬你，俾埋枕頭俾你。每一次講呢度，我就感覺到有啲阿叔咧就好興奮，係呢啲女人好鬼蠢嘅，20蚊就慳，20萬就俾咗人。阿叔，我都想問你一個問題。即係咪一個男人到咗某個年紀就會覺得自己有超能力嘅？即係你而家過馬路見到有車嚟咧，開始唔行，我開始就即係你係當呢個咩？呢個係 airbag 係咪咧？而家呢個係氣袋。嗰邊就有車嚟，雙氣袋。